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星聞。2019年4月16號下晝，一段16分鐘嘅的士車廂偷拍片好似核彈咁炸響成個香港娛樂圈。片入面51歲嘅已婚天王許志安同30歲嘅 TVB 當紅花旦黃心穎喺後座錫到難捨難離，錫咗成20幾次，十指緊扣，摸腿攬腰，激情程度令人咋舌。呢場後嚟被叫做安心偷食嘅世紀大醜聞，唔單止毀咗黃心穎如日中天嘅演藝事業，仲累埋許志安嘅天后老婆鄭秀文、黃心穎嘅老實男友馬國明，通通落水。一時間4個人嘅命運都被呢16分鐘改寫晒。不過你以為呢單嘢只係飲醉酒亂嚟咁簡單？梗係唔係啦！如果你由頭到尾咁爬一爬黃心穎嘅情史，就會發現呢條女遠遠比嗰16分鐘片段仲要精彩好多倍。由2012年攞到港姐亞軍入行開始，到2025年徹底收埋咗做普通師奶為止，呢個被人叫做心穎 BB 嘅清純玉女，其實係一部行走嘅緋聞製造機。今日我哋就嚟好好八一八呢位爭議女星嘅勁爆情史。由1989年喺紐約出世開始，黃心穎嘅人生就充滿咗包裝同虛實。佢7歲跟屋企人移民去加拿大溫哥華，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讀金融同國際商業，拎埋加拿大護照，表面睇落係正宗海歸高材生。傳媒喜歡將佢塑造成中醫世家千金，美貌與智慧並重嘅 ABC， 但真實嘅黃心穎其實由黃大仙上村嘅公屋行出嚟。佢二家姐黃心美曾經講過，黃家4姊妹細個時候屋企好清貧，成家人逼喺得200平方尺嘅公屋單位，直至黃心穎出世之後人口夠數，先至有資格搬去稍為大啲嘅居屋。2017年，傳媒報道話佢屋企人斥資近700萬買樓，但嗰陣已經係移民多年，經濟改善之後嘅事。所謂富家女，不過係 TVB 為旗下花旦度身訂造嘅濾鏡。2012年，23歲嘅黃心穎回流香港參加港姐選舉，嗰屆選舉充滿爭議。原本採用全民網上投票，朱千雪票數一路領先，民心所向。點知去到決賽當晚，主辦方突然宣布投票系統癱瘓，改由評判評分決定。一夜之間局勢逆轉，張明雅封后，黃心穎得亞軍，朱千雪得季軍。圈中人私底下流傳緊一個講法 ，TVB 唔中意將冠軍俾富家千金，因為唔夠聽話。朱千雪家底豐厚，學歷出眾，後來仲做埋執業大律師，正犯咗呢個忌諱。有雜誌報道指，黃心穎喺參選期間為咗出線而排擠過個別佳麗，手法唔算光彩。呢啲傳聞雖然未經證實，但之後發生嘅事似乎為呢種心機重嘅形象提供咗注腳。同屆港姐仲有一位叫湯樂文嘅參賽者，攞咗第6名，係老牌影星湯鎮宗嘅女。當時冇人會諗到，多年之後湯樂文會以一種戲劇性嘅方式同黃心穎嘅人生產生交集，唔單止頂替咗佢喺《法證先鋒4》入面嘅角色，最後仲嫁咗俾黃心穎嘅前度馬國明。娛樂圈嘅劇本有時真係比電視劇仲要離奇。入行之後 ，TVB 將黃心穎包裝成清純玉女，叫佢做心穎 BB， 安排佢主持知識類節目學是學非，塑造才貌雙全嘅正面形象。但喺圈中，佢好快就有咗另一個稱號——超級發電機。呢個綽號意思係佢同好多 TVB 男藝人都傳過緋聞，放電能力一流。之後佢同馬國明拍拖，好多粉絲都強烈抵制，原因就係呢個。2014年，黃心穎喺《再戰明天》入面同吳啟華演兄妹，戲外兩人頻頻互動。吳啟華喺微博上面成日曬同黃心穎嘅合照，講嘢曖昧得好明顯。問題係嗰陣吳啟華正同內地老婆石洋子鬧離婚，坊間即刻傳出黃心穎係第三者嘅講法。面對質疑，黃心穎回應話完全唔係，私底下根本唔會聯絡，仲強調我唔會中意有婦之夫。諷刺嘅係5年之後嘅安心事件證明咗
呢句嘢大概只係講俾傳媒聽。2015年，黃心穎出演台慶劇《東坡家事》，同歐陽震華、王浩信等人合作。拍攝期間，有人影到黃心穎喺片場休息時，成個人趴喺歐陽震華背脊度，姿態相當親昵。要知道，歐陽震華嗰時已婚，老婆傅潔嫻仲係赫赫有名嘅賭王千金。一個有老婆嘅男人背脊，黃心穎話趴就趴，呢種唔拘小節喺保守嘅 TVB 藝員當中相當少見。同一套劇，黃心穎同王浩信之間嘅互動引發更大爭議。安心事件爆咗之後，網上流傳一段疑似藝人陳偉嘅語音錄音。錄音入邊，呢位知情人透露，黃心穎喺拍攝期間主動勾引王浩信，兩個人成日私底下拖住手行，好似連體嬰咁，俾劇組工作人員指指點點。錄音仲爆出一句狠話：一早知道黃係 wet 妹，遲早同馬國明分手，同阿馬一齊只係貪佢老實。更有殺傷力嘅係，王浩信嘅老婆陳自瑤俾人發現讚好咗網友鬧黃心穎做小三嘅留言。雖然陳自瑤之後否認，但呢個手滑已經夠晒，引爆輿論。面對指控，陳偉否認錄音出自本人，王浩信就解釋話，可能因為兩人喺劇入面演夫妻，先至俾同事誤會。但當黃心穎嘅負面新聞集中爆發之後，呢啲舊賬一一被翻出嚟，網民紛紛表示早有預感。關於黃心穎早期嘅戀情，仲有一個更勁爆但難以證實嘅傳聞。有雜誌報導指，黃心穎最初嘅理想對象係綽號洗米華嘅澳門太陽城集團主席周焯華。周焯華嗰時係澳門博彩業巨頭，身家數以百億計，緋聞對象包括多位女星。報導話，黃心穎成日出席太陽城集團旗下太陽娛樂文化嘅各類活動，試圖接近周焯華，但周焯華無意接受。黃心穎就將目標轉向該公司其他高層同旗下藝人，而許志安正正就係太陽娛樂文化旗下嘅歌手。如果呢個講法屬實，之後嘅安心事件就有咗另一層解讀。黃心穎嘅戰略係有計劃、有步驟嘅。黃心穎嘅競爭對手藝人工藤祐彩曾經發文暗諷佢嘅乖乖女形象係假嘅，一直喺度扮。綜合各方資料，喺2013年到2016年期間，黃心穎喺圈中嘅風評可以咁講，因為喺國外大，言行異常熱情同埋唔拘小節，俾人只中意結識富二代同有錢人，俾人只中意夜蒲同吸煙，同男同事互動，尺度過大。呢啲細節同 TVB 為佢打造嘅清純形象形成鮮明對比，而佢即將開始嘅下一段戀情會令呢啲傳聞暫時被遺忘，只係暫時。馬國明1974年2月13號出世，比黃心穎大成15歲。有趣嘅係，兩個人都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只係專業唔同。馬國明讀機械工程，黃心穎讀金融商業。兩個人雖然年齡差距大，但同校情誼成為之後戀情嘅一個話題點。2013年，黃心穎第一次參演電視劇，客串馬國明主演嘅台慶劇《On Call 36小時2》，演青年作家沈韻琴。呢個係兩人首次合作，但當時未有傳出戀情。2015年，兩人喺《為食神探》入面再次合作。據講呢段時期開始互生好感，但都保持低調。2017年，兩人嘅戀情終於浮出水面。黃心穎主動表示自己係馬國明嘅粉絲，而馬國明俾人問到關係時甜笑回應，了解中繼續了解。俾人追問係咪當佢係女朋友，馬國明唔否認，話我見到有雜誌已經叫佢做我女朋友，我唔會介意，唔會反駁。嗰年跨年夜，兩人同台出席商場除夕倒數活動，馬國明全程凝視住黃心穎行騷，眼神寵溺，戀情已經係公開嘅秘密。2018年，兩人合作《宮心計2》，心公計喺劇入邊演一對情侶，戲裏戲外都係戀人，甜蜜指數爆燈。馬國明曾經透露兩人嘅相處細節，而家知道佢中意食辣，
我唔食辣，點菜嗰陣會互相遷就。喺香港娛樂圈，馬國明係公認嘅絕世好男人。佢喺圈中嘅評價近乎完美，性格沉實，好友黎諾懿評價佢從來唔計較得失同蝕唔蝕底，會遷就人，孝順顧家，將家庭擺第一位，謙虛低調。就算成為視帝之後，依然冇架子，人緣極好，同好多導演監製成為朋友，敬業專業，由小角色做起，唔抱怨，唔爭功。喺黃心穎之前，馬國明嘅感情史都相當乾淨。佢曾經同胡定欣因為參加舞動奇蹟而相戀2年，2008年到2011年和平分手之後單身多年。遇到黃心穎嗰陣，佢已經45歲，正正係渴望穩定落嚟嘅年紀。不過喺呢段看似甜蜜嘅戀情入面，圈中人似乎早已嗅到唔祥嘅氣息。前面提到嘅疑似陳偉錄音入面有咁一段話：一早知道黃係 wet 妹，遲早同馬國明分手，同阿瑪一齊只係貪佢老實。仲有雜誌報道指，雖然黃心穎同馬國明嘅戀情日漸高調，但馬國明只係黃心穎結識更高層人士嘅跳板，佢係利用緊呢個老實人嘅好名聲嚟洗白自己。黃心穎嘅鄰居都向傳媒爆料，話多次見到佢帶住唔同嘅男仔返屋企。馬國明嘅阿媽俾人問到對黃心穎嘅印象，回答得相當微妙，印象普通。呢個同馬國明對女友嘅公開讚美形成鮮明對比，似乎暗示住屋企人對呢段關係唔係完全認可。所有呢啲細節喺2019年4月之前只係零星嘅傳聞同猜測，但好快一切都會俾一段的士車廂片徹底揭開。2019年4月16號下晝，蘋果日報網站曝光一段約16分鐘嘅的士車廂偷拍片。片嘅畫面清晰，證據確鑿，內容勁爆到震驚全城。片嘅主角係51歲嘅已婚歌手許志安同30歲嘅 TVB 當紅花旦黃心穎。推測拍攝時間係2019年4月3號。根據當事人當日喺社交平台上傳嘅聚會相同埋3厘比對，事發經過係咁嘅：當晚許志安、黃心穎同方力申、劉浩龍、梁漢文、丁子高等人出席朋友生日聚會，地點喺銅鑼灣西苑酒家。一班人飲咗唔少酒。散席之後，許志安、黃心穎同埋一個男性朋友同坐一架的士離開。的士由銅鑼灣開去黃心穎住嘅鯉魚門，車程大概16分鐘。車入面嘅行車記錄器完整咁記錄咗後座嘅一切。前半段車廂入面有第3個人喺度，片顯示呢個男性朋友之後俾人揭發係黃心穎嘅健身室朋友 Ken， 曾經數度試圖阻止兩人單獨相處，甚至堅持要先送黃心穎返屋企，但俾黃心穎以粗口拒絕。朋友一落車，真正嘅好戲就開始。黃心穎戴住黑色口罩，脫咗口罩之後，主動向許志安索吻，兩個人十指緊扣，許志安愛撫黃心穎大髀。16分鐘入邊，兩人激吻超過20次，黃心穎主動錫許志安大概15次，許志安回錫大概9次。兩個人越坐越低，似乎擔心俾來往車輛發現。後續曝光嘅第2段片顯示，許志安提醒黃心穎唔好唔記得拎電話。兩人落車之後，一齊行咗去女方住處。片嘅泄露渠道至今仍然係謎。網上流傳一種講法，話蘋果日報用大概150萬港紙買咗呢段片，但蘋果日報員工否認咗呢個講法。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批評涉事司機係害群之馬，而香港私隱專員公署就發聲明呼籲涉事藝人投訴，引發關於的士車內攝錄私隱權嘅社會討論。唔理片點樣流出，佢嘅威力係毀滅性嘅。黃心穎嘅名喺香港 Google 搜索量衝破100萬次，甚至超過同期發生嘅巴黎聖母院大火近10倍。許志安嘅反應速度堪稱教科書級別。片曝光得7個鐘之後，
佢已經喺富豪香港酒店召開記者會，時間係2019年4月16號晚上7點，陪同嘅人係太陽娛樂文化董事總經理黃柏高。記者會上面，許志安一開場就鞠躬道歉，情緒激動，幾度哽咽。佢話：我做咗一件唔俾原諒同埋唔可以彌補嘅事。當晚飲咗好多酒，但呢個絕對唔係犯錯嘅借口。我好核突，好陌生，點解會慾咗色心而唔能夠控制自己？我係壞咗嘅人，冇靈魂嘅男人。佢宣布即日起暫停所有工作，直至揾返真正嘅自己。最後，佢低頭喊住講出嗰句俾人廣泛引用嘅話：我對唔住 Sammy。作為受害者老婆，鄭秀文嘅反應備受關注。事件曝光之後，佢將 Facebook 專頁封面轉為全黑圖，2日之內未公開發聲。外界屏息等待，佢會原諒定係離婚？2019年4月18號下晝4點半，鄭秀文喺 Instagram 發佈長文回應。佢引用聖經哥林多前書13章7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佢寫到：呢個係婚姻中共同重要嘅一課，人誰無過係老生常談，但事實確係如此。佢透露兩人喺最難捱嘅時刻握住手一齊祈禱，表達唔放棄自己，唔放棄對方，互相糾正，互相提點嘅態度。呢份聲明發咗之後4個鐘就獲得超過23萬個讚，輿論反應兩極化，一方面讚佢大度，有信仰支撐，另一方面就批評佢唔值得向渣男低頭。作為俾人戴綠帽嘅一方，馬國明嘅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佢居然冇嬲。事件曝光當晚，馬國明正喺屋企睇波。第二日，佢按原定日程去電視城拍《降魔 D2》，表現如常。接受訪問嗰陣，佢話知道件事之後，唔耐就冇咗憤怒嘅感覺，擔心會再有其他人受到傷害。佢希望外界俾啲空間黃心穎，請求傳媒唔好騷擾佢父母。佢嘅大度令網民直呼馬國明係神仙，好男人冇好報。2019年7月，馬國明接受東網訪問時證實已經同黃心穎分咗手，但佢依然為前女友講嘢。感情好難講邊個啱邊個錯，大家唔需要咁大反應，唔需要去攻擊佢。甚至表示如果有機會唔介意同佢合作，理由係佢又唔係我殺父仇人。呢一種俾人錄咗仲幫對方講好嘢嘅操作，令馬國明嘅好男人形象更加深入民心。2023年黃心穎結婚嗰陣，馬國明大方送祝福，恭喜佢白頭到老，甜甜蜜蜜。作為事件嘅女主角，黃心穎承受咗最大嘅輿論壓力。事件曝光第2日，即係4月17號，佢喺社交平台發文道歉：我做咗一件非常錯誤同埋難以令人原諒嘅事，十分羞愧同歉疚，無法面對自己、家人、男朋友、朋友、公司同電視台同事，將會認真反省自己嘅過失，接受懲罰同承擔後果。不過呢份道歉未能夠平息公憤，網民扒出佢過去嘅緋聞，俾佢冠以各種外號：港圈女海王、人夫收割機、膠 wing、過街老鼠。喺許志安同黃心穎嘅輿論待遇對比當中，一個殘酷嘅現實浮現，女方承受嘅攻擊遠超男方。許志安開個記者會喊一喊，道個歉就可以止血，黃心穎就幾乎俾人判咗演藝圈嘅死刑。安心偷食呢個名好易理解，安取自許志安嘅名，心取自黃心穎嘅名。偷食係粵語俚語，意思係偷情。呢個名迅速喺網絡流傳，成為事件嘅代名詞。許志安喺記者會上面以飲多咗酒做理由開脫，試圖塑造一時失控嘅印象。不過各方證據顯示，呢單嘢絕對唔係偶發事件。據報道，黃心穎同許志安早喺2017年就開始秘密交往，正正就係黃心穎同馬國明公開戀情嘅同一年。
兩人獲准共用太陽娛樂嘅專用健身室，由同一位健身教練指導，藉此創造咗大量私底下接觸嘅機會。2018年10月，許志安同黃心穎為籌款節目《星光熠熠耀保良》合唱歌曲《會過去的》。台前兩人手拖手深情演繹，台後黃心穎成個人瞓喺許志安身上面合照，親密程度遠超普通藝人。2019年1月，許志安出席黃心穎嘅生日會。一個已婚男人出席女性朋友嘅生日派對，本身已經好耐人尋味。綜合以上證據，兩人秘密交往嘅時間跨度大概有2年，遠遠唔係酒後亂性咁簡單。許志安聲稱當晚飲咗好多酒，但同佢同台嘅劉浩龍就透露，兩人當晚飲得並唔係特別多。如果真係醉到唔省人事，點解片入面許志安仲可以清醒咁提醒黃心穎唔好唔記得拎電話？片入邊同許志安、黃心穎坐後座嘅男性朋友身份之後俾人揭開，佢係黃心穎嘅健身室朋友 Ken。片顯示 Ken 曾經數度試圖阻止兩人單獨相處，甚至堅持要先送黃心穎返屋企，但俾黃心穎以粗口拒絕，顯示佢對呢段車廂戀情係主動嘅、有預謀嘅。許志安同鄭秀文嘅感情始於1991年，分分合合長達30幾年。但喺呢漫長嘅歲月入面，許志安從未真正專一過。2004年分手期間，許志安單方面宣布同鄭秀文分手之後，立即同貼身女助手潘衡章拍拖。呢位助手跟咗佢超過15年。2008年兩人分手嗰陣，潘衡章據稱獲得7位數遣散費。佢之後透露，分手之後曾經諗過自殺。2007年到2010年期間，許志安同比佢細14歲嘅模特余德林同居大概3年。分手導火線據傳係許志安同鄭秀文頻繁密會。港媒話許志安為咗逼走余德林，用賤招爆粗停咗張信用卡。2003年拍電影《性感都市》期間，許志安同張柏芝傳出戀情，據講只維持咗短短3個月。曾經都俾港媒影到同韓紅街頭激吻。縱觀許志安嘅情史，一個規律清晰可見，佢從來唔缺女伴，而鄭秀文每次都揀咗原諒。鄭秀文冇仔女，事業有成，經濟完全獨立，離婚對佢嚟講毫無障礙。但係佢揀咗留低，原因眾說紛紜，可能係30年感情難以割捨，兩人由少女時代已經識。鄭秀文由14歲起就心繫許志安，可能係信仰支撐。鄭秀文係虔誠基督徒，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係佢嘅人生信條，可能係曾經嘅陪伴。許志安喺鄭秀文抑鬱症期間一直陪住佢，呢份情分難以抹去，又或者係面子考量，公開離婚等於承認30年感情失敗，對於驕傲嘅天后嚟講係巨大打擊。無論原因點樣，鄭秀文同許志安至今仍然維持住婚姻關係。2024年，鄭秀文演唱會仲邀請許志安做嘉賓，合唱《世紀末煙花》，似乎向外界宣告佢哋依然係一對。事件曝光之後， TVB 立即啟動危機處理程序，助理總經理樂奕玲代黃心穎道歉。第2日中午確認雪藏黃心穎，話公司認為佢需要休息。具體措施包括抽起原定播出嘅《堅尼地愛堅尼地》呢套劇，原定2019年5月播出，抽起之後直至2020年12月28號先至播。《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主題曲換走，原本係黃心穎主唱嘅《在心中》俾人替換。《法證先鋒4》角色重拍，黃心穎演嘅隨意一角俾湯洛雯頂替，重新拍過所有相關場景。婚姻合夥人主題曲換成純音樂版本，牛下女高音然後播出，原本無限期停播，後來喺2019年9月宣布復播，成為 TVB 52週年台慶劇。丫鬟大聯盟延期，推遲到2019年12月30號播。喺所有替換當中，最有戲劇性嘅莫過於《法證先鋒4》嘅換角。
湯洛雯同黃心穎同係2012年港姐參賽者，湯洛雯得第6名。事件發生之後，湯洛雯臨危受命頂替黃心穎嘅角色表現出色。更加有戲劇性嘅係，湯洛雯後來同馬國明拍拖，2022年元旦訂婚，2023年12月喺泰國蘇梅島完婚。曾經嘅港姐同屆，曾經嘅情敵，而家一個係階下囚，一個係人生贏家。有網民感慨，湯洛雯唔單止頂替咗黃心穎嘅角色，仲頂替埋佢嘅男人。娛樂圈嘅劇本編劇都唔敢咁寫。事件對黃心穎嘅商業價值造成毀滅性打擊，大批網民湧入佢代言品牌嘅社交賬號，要求停止合作。眼鏡店用紙遮蓋隱形眼鏡品牌廣告入面黃心穎嘅笑像。佢家姐黃心美原本獲品牌贊助嘅兒童語言教育宣傳片都俾人取消，真係殃及池魚。據傳 TVB 曾經向黃心穎索賠大概3000萬港紙，不過未經證實。事件發生之後，圈中人嘅態度分成兩派，支持黃心穎一方嘅人俾人批評，藝人森美喺黃心穎道歉帖下面讚好，俾網民狂鬧。黎國輝留言鼓勵黃心穎，同樣遭到攻擊。蘇永康為好朋友許志安講嘢，同網民爆發罵戰，俾人翻舊賬。沉默或者切割嘅一方，大多數 TVB 藝人揀咗沉默，唔願意捲入是非。黃浩信老婆陳自瑤讚好怒罵黃心穎嘅留言，俾人解讀為表態。事件曝光之後得10日，即係2019年4月26號，黃心穎以進修為名離開香港，去咗美國紐約。佢喺美國住咗大概8個月，由二家姐黃心妙接應。期間據報曾經入職房企賣樓，但因為明星問題毫無業績，精神狀態極差，成日喊要屋企人陪住。傳聞曾經有輕生念頭，不過未經證實。2019年12月14號，黃心穎返香港，喺機場佢俾傳媒圍堵，眼泛淚光咁講 ：I made a mistake and I am trying very hard to live with it, to learn from it。佢否認喺美國改名或者轉行，或只係進修，但明顯肥咗嘅身形同憔悴嘅面容，顯示呢8個月對佢係巨大嘅煎熬。返港之後，黃心穎多次向 TVB 高層提出復出申請，全部俾人拒絕。牛下女高音等試水劇集播出嗰陣，網友反應強烈，一片罵聲。TVB 見勢色唔對，撤銷咗俾佢復出嘅計劃。2020年底，有報道指 TVB 決定同黃心穎解約，認為佢留喺公司冇發展前景。2022年7月26號，黃心穎確認同 TVB 合約結束，恢復自由身。自此，佢同 TVB 長達10年嘅賓主關係正式畫上句號。離開 TVB 之後，黃心穎嘗試轉型歌手。2023年2月14號情人節，佢發佈第一支個人單曲《Crown Me》，以唱跳歌手形象返嚟。MV 入面，佢造型性感妖乜，同當年嘅清純港姐形象判若兩人。之後又發行單曲《沙包》，2首歌都係由佢新男朋友黎曼編曲同監製。黎曼係 RubberBand 樂隊鼓手黎曼宏。不過復出效果慘淡，歌曲播放量低迷，主流傳媒唔願意報導，網友留言依然充滿惡意。音樂事業嘅嘗試宣告失敗。2020年2月12號，黃心穎俾網民目擊同 RubberBand 樂隊鼓手黎曼行街，兩人起初否認戀情，話只係普通朋友。黎曼1974年出世，比黃心穎大14歲。有趣嘅係，黃心穎嘅前度馬國明都係1974年出世，兩個人同齡。睇嚟黃心穎對成熟男性有特別偏好。黎曼此前有一個拖咗好多年嘅圈外未婚妻，兩人喺2019年低調分咗，正正就係安心事件發生嘅同一年。2022年7月26號，黃心穎正式承認同黎曼拍緊拖，透露兩人已經同居。2023年8月13號，黃心穎同黎曼入紙申請排期結婚。婚姻登記資料顯示，
黃心穎職業填 songwriter， 黎曼婚姻狀態填離婚。2023年10月27號，兩人喺元朗舉行低調戶外婚禮，只邀請最親密嘅親友，守衛森嚴，防止傳媒偷拍。黃心穎着住 Deep V 白色拖尾婚紗，戴住鴿子蛋鑽戒，面上洋溢住幸福笑容。由過街老鼠到新娘子，佢用咗4年時間。結婚之後，黃心穎徹底退出娛樂圈，以普通師奶身份生活。佢同老公嘅日常包括環遊世界旅行，瑞士、法國、迪拜、阿布扎比、日本等地方都去過，養咗2條寵物狗，成日同屋企人聚會，喺社交媒體分享生活點滴。2024年10月27號，黃心穎慶祝結婚1週年，即係指婚，喺社交媒體感謝老公，多謝你成為我嘅磐石。3日之後，即係10月30號，佢為黎曼慶祝50歲生日。2025年1月23號，黃心穎慶祝36歲生日，曬咗同家人朋友嘅合照。相入面佢着寬鬆衫，面型圓潤，引發網民懷孕嘅猜測。但之前類似傳聞都俾人證實係假消息。黎曼曾經表示唔急住要細路。許志安喺記者會上面宣布暫停所有工作，沉寂咗大概2年之後，喺2021年正式復出。不過佢嘅復出之路並唔順利，演出邀約寥寥，好少人願意請佢。新歌新專輯都冇激起任何水花，公眾形象難以修復，渣男標籤揮之不去。2024年，鄭秀文演唱會邀請許志安做嘉賓，合唱《世紀末煙花》。呢個俾人視為鄭秀文公開力撐老公嘅舉動，但都招嚟部分網友批評。同許志安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鄭秀文喺安心事件之後迎嚟事業嘅新高峰。2023年，佢憑電影《流水落花》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成為影后。呢個係佢從影多年嚟嘅第一個金像獎影后殊榮。由俾人出軌嘅老婆到金像影后，鄭秀文用實力證明，無論老公點樣，佢自己嘅人生依然可以精彩。安心事件入面一個殘酷嘅現實係，女方承受嘅懲罰遠超男方。許志安開記者會道歉，暫停工作2年，復出。雖然反響平平，但仍然有機會。黃心穎道歉，俾人雪藏，代言傳失，角色俾人換，合約到期，徹底退出娛樂圈。許志安至今仍然可以開演唱會、上綜藝，黃心穎就俾娛樂圈徹底封殺，轉型歌手都失敗，最終只可以做普通師奶。呢個係咪反映社會對女性出軌者更加苛刻，定係黃心穎本身嘅緋聞史令公眾更難原諒佢？答案見仁見智。2023年，黃心穎第一次公開回應當年事件，佢話呢個係有錢都買唔到嘅教訓。以前我好自我、自私，事件之後睇法完全改變，知道因果，種乜嘢因，有乜嘢果。要用善念做每件事。佢仲透露已經向鄭秀文道歉。至於鄭秀文係咪接受，外界唔得而知。俾人錄咗之後，馬國明嘅人氣唔跌反升。2019年，佢憑白色強人終於攞到 TVB 視帝，即係最佳男主角，實現多年夙願。之後佢同湯洛雯拍拖，2023年底完婚。由俾人錄嘅可憐人到視帝家取得美人歸，馬國明嘅人生軌跡堪稱逆風翻盤嘅典範。曾經嘅 TVB 當紅花旦，擁有港姐亞軍嘅光環， UBC 高材生嘅學歷，清純甜美嘅外表。如果冇嗰16分鐘嘅的士片，黃心穎好可能已經係 TVB 一姐，廣告代言接到手軟，甚至成為馬太。但命運冇如果。一段婚外情毀咗佢10年積累嘅一切，而喺呢場醜聞入面，佢承受嘅代價遠超同樣出軌嘅許志安。呢個究竟係活該，定係社會對女性出軌者嘅雙重標準？可能兩者都有。而家嘅佢已經係黎曼太太，每日遛狗、旅行，喺社交媒體分享生活。
36歲嘅佢，似乎已經接受咗普通人嘅身份，或者呢個先至係屬於佢嘅歸宿，遠離微光燈嘅平靜生活，以及一個願意喺佢最低谷時陪住佢嘅男人。至於嗰啲曾經嘅緋聞、曾經嘅野心、曾經嘅超級發電機傳說，都已經成為香港娛樂圈嘅一段八卦往事，供人茶餘飯後消遣。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敬請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再見。